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今天是圣诞的主日，是我们欢庆耶稣诞生的日子。那耶稣降生是为了带来盼望、信心、喜乐、和平与救赎。在主日的一开始，我想要邀请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在这个充满欢庆的日子当中，仍然有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，不只是在前几天的事件，也有许多持续在发生的苦难。这些所造成的不只是当下的一个伤害，可能也在后续造成了一些恐慌和不安。让我们在这时候，我们一起为着每一个受伤不安的心来祷告，为着这片土地来祷告，为着这个社会来祷告。愿神的平安能与他所创造的子民同在。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耶稣。主，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很多的事情，神你让它发生，不是因为这些是好事，而是在这当中，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依靠你。我们将这些受伤的心，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将这些苦难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愿意发生，也不想看到，但是主，我们真的是更多的在这个当中要来依靠你。我们也特别为着在这个社会的不安的蔓延来祷告。愿是你亲自安慰，亲自赐下你的平安在这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是的，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神亲自来掌权作王。主，在今天我们的礼拜里面，愿神你的平安也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将你所赐下的爱来告诉更多的人。在这个节日当中，我们要去分享你的福音，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起立。在今天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：耶稣是世界之光，他是世界的盼望，他能够照亮一切的黑暗。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唱这首歌。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万国万民齐来敬拜，在圣洁的光中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地下齐来敬拜。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世界之光。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；在地上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让我们再次来唱：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万国万民，万国万民齐来敬拜，齐来敬拜，在圣洁的光中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地下齐来敬拜。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世界之光。耶稣就是那生命的光，世界的光，一切荣耀都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！
高举耶稣生命。哈利路亚！一切歌颂赞美，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。来宣告，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生命。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再一次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一切歌颂，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。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生命。我要邀请大家用我们的肢体赞美我们耶稣好吗？我们来跳舞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拍手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大声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大声说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赞美你，敬拜你，一切荣耀都归你。我们拍手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！你是配得赞美的神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，用我们生命的全部来赞美你。主，我们也谢谢你在这个世上，主你所赐下的爱和恩典，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平安，更多的安慰。主，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能够宣告，你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主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一切。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，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。你的宝血洗净我，恢复我心深处。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。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，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。我愿意献上我的灵，单单归于你。因耶稣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十架，我活着；因你的十架，我得胜；因你大能掌权释放，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。你赐给我新的盼望，你赐给
给了我新的盼望。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，我愿意献上我的灵，单单归于你。因耶稣，你是我的一切。面对各样的环境，我们要完全交托。你是充满喜乐的神，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。你是带来和平的神，使我们不再愁烦，不再害怕。主，你是救赎主，使我们从罪恶中脱离，得到真自由。让我们再次来宣告：因你十架，因你的十架，我。持续将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用诗歌回应耶稣的爱。耶稣基督，圣洁美丽，无人能及，赐我气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舍命。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，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。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，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。心坚定于你，眼目专注于你。
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耶稣，你的爱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使我们能刚强站立，使我们能重新得力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盼望，得到满满的爱。主，我们敬拜赞美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心打开，大声的来回应耶稣对我们的爱，回应耶稣对我们的爱。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，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。耶稣，你的爱，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，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。我心坚定于你，眼目专注于你，风浪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我心坚定于你，眼目专注于你，风浪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感谢神，感谢上帝，将你最好的礼物，那至宝赐给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爱，就是我们的平安，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盼望。谢谢耶稣，耶稣。当我们在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平静，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喜乐。那是因为里面有你充充满满的爱。耶稣，你就是那荣耀的君王。我们相信你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相信你就在双联教会这里。主啊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我们渴望你再次将你的爱充充满满的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爱你，能够爱人，心里面有极大的渴望、平安、盼望。这时候，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在坐下以前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：我们有耶稣，我
们有耶稣。好，请坐。